过一阵嘛，就是中秋啊，在屏东呢是有7个新创团体做伙来展示今年中秋的伴手，目标是希望会当卖超过1万客啊。也毋过有团体是讲呢，即摆义卖数量是有较减，希望透过即摆中秋的义卖活动，民众会使来斗支持。 到底要抹多一点还是？ 3位新众朋友小晶、小花、阿杰，甲屏东县长做伙做鸡卵糕。因为中秋节是一寡新众团体义卖大节日，县府就和屏东地方的电路业者合作，用在地果子制作，推出特别的伴手，希望整体有机会冲破1万盒。 或者的新众朋友会使欢喜过节。那我们也希望呢，借由这个活动呢，能够长期的赞助我们自闭症协会，他们来做一个他们聘请师资创作画作的师资来源。今年屏东中秋伴手展示会有7个新众团体参与，推出足侪款礼盒，土往来酥、广式月饼，阁有手工杀文等等。 不过有团体表示，这2年感觉义卖状况可能受到景气的影响，数量有小可减少，希望在县府的斗3工之下，有更较侪民众来捧场。伴手礼它也不一定要是月饼，它可能会选择其他东西，都是造成就是我们的那个订单锐减的原因。比较大的客户一个，他一笔就每年都30几万，当这笔订单没有之后，我们墙比较大。互阮的产品，互阮的囡仔，我都做出来啊，趁我一寡因的工作的奖励金，来帮助因家己，互伊找到伊家己的自信哦，然后知影讲伊对这个社会嘛是有贡献的。 县府社会处表示，今年嘛透过公益采权的基金，倒应行乐推广行销。县府希望透过这款方式，帮助新众机构稳定经营，嘛互新众朋友伫团体中继续合适以成长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